规条信息，哦，咱知影讲上帝三一的上帝。今仔日即条诗歌是用八的即个位格，吼，来讲着伊所创造的一切，吼，所以伫遐讲自然永活的八，吼，天地三角应声。伫即个所在讲，咱看到大自然的一切，吼，所以伫即个所在讲着天八上帝的创造，树木田园江冲大海关山，对迄个所在拢会当，吼，咱看到伊的大光明阳光，吼。第二站嘛是共款，空中的飞鸟，吼，伫动物、植物、动物，吼，每一个拢伫遐。吼，来吟诗出声，学落伊的大尊名。吼，溪水草波，芳花佳子极水。吼，凉风吹来，吼，日光照来，拢讲起伊的大人来。因为今年是马偕来台湾，宣告150周年，所以真侪人拢伫遐咧看马偕伊的迄个技术，吼。伫咧马偕伊的迄个自传内底有一句话吼，我足感动的。伊安尼讲吼，伊讲吼，咱知影马偕吼，伊来台湾，毋是干那伫遐来教神学，咱台湾有足侪的迄植物，吼，植物啦、动物拢是伊安那伫遐号名，也是对外国甲引进来。伊伫遐讲吼，每一片的叶啊，拢有伊的言语，每一蕊花，吼。拢有伊的声音，所以呢，咱不时咱去大自然中间，咱敢若讲迄风景足水，但是伫即个所在，敢有看到上帝借着迄个叶啊，借着迄蕊水的迄个花，来讲起伊的大光明阳光。所以头前伫遐就是讲，搁一遍来提醒，咱用上帝的创造来看到上帝伊的大光明。所以伫头前才讲了后，就是讲伫遮咱着安那对创造来想着讲，咱着来倚靠上帝。倚靠上帝啥？因为咱知影讲，虽然即个世界歹代暂时冲行总是上帝伊稳当掌权，伊的公义也稳当得行所以咱做伙来唱
Cook， 伊是一个牧师，伊真很喜欢迄个大自然。啊，因兜伊所牧会的所在，离一个迄个悬崖边真近，所以不时伊要讲道进前，伊拢需要去看到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伫遐来领受上帝互伊的迄款的迄个灵感，互伊知影讲，伊伫遐礼拜伊要敬道的时阵，伊所要讲的迄个部分，所以伊逐遍伊来甲牧师娘讲，我要出来看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要来看上帝所创造的即个世界。啊，即个编曲的人Separd， 这是伊的伊的好朋友，是一个商人。因为伊对因妈妈细汉的时阵，伫遐听到迄个英国的那个传统的迄个曲调，所以呢，伊就将迄个曲调来应用伫即个所在。这Bob Cook写足侪迄个诗歌，就敢若剩即条是上有名。嘛是真侪人，不管每一个无共款的教派，真爱来唱即条诗歌，这是第一条，咱足熟的诗歌，咱咧唱的时阵，毋通袂记哩，咱就要想着讲，是即马即个世代，实在是真无好，疫情啦，啊是讲迄个整个迄个这个大自然的迄个情况，迄个。反圣婴现象，安尼造成咱即马热甲安尼迄个大自然英国这后就规个要烧起来所以伫即款的迄个情形下面，咱嘛是有缘系咱的愿望，咱知影讲有一天上帝伊会掌权，信国会临到地上，即个地上就真像天顶一样第二站，主上帝的正手伫遮咱做伙来读出埃及记15章60到80，来，耶和华，你的正手点出能力，得着阳光；耶和华，你的正手拍翅对着，你发出大威严，引导遐个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大生气，烧毁因亲像烧草，你发出鼻中的气。水就哪像哪悬，大水徛起来，亲像规堆海中的深水坚定。这条是这是伫圣文森这个Prescott 这个牧师伊所写的这个书，这是伫咧加勒比海迄个所在，因来基督教学基督教协会，因咧开年会时阵，一条的迄个年会的迄个年歌，所以咱知影迄个圣文森伫迄个所在，受到拉丁美洲甲非洲的迄个影响，所以伊迄是安尼足热情的嘛足动感的那个一条歌咱先请迄个诗班来甲咱唱一本第一站。不晓得按到什么东西，是那边不见了，好，来，咱做伙来唱主上帝正手写字。习惯是，咱想到这个旋律，因为就有节奏感的嘛就非洲化，咱都会受到这个旋律的影响。总是咱唱信息的时阵，特别注意，这内底是要甲咱传达什么款的信息？
伊讲拢总6节，第一伊用6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讲上帝写字，伊有记载，伊知影咱的冲突、失败、胜利，目屎，伊拢有记载伫咧，伫以下说上帝拢有咧看，伊拢有咧记载。第2节讲指出啥物？上帝甲咱指出咱应该爱行的迄个路，所以呢，伫黑暗中间毋免惊，因为上帝的正手伫遐来引带咱。第3节攻击，咱足奇怪，上帝正手想要甲咱攻击，因为咱有咱的罪性。伫遮讲咱要攻击啥物呢？咱的嫉妒，贪婪、怨恨、自私、自利，这拢上帝要攻击咱。所以伫即个所在，伊要拍碎咱一切无好的物件。第4节，伫咱中间扶持，甲咱拍碎了后，伊搁甲咱笑，搁甲咱扶起来。所以呢，伊讲虽咱一切无好的，总是用伊的大能的圣手，搁一遍甲咱扶起来。咱跋倒，伫迄个所在，伊悠远又甲咱扶起来。第5节，扶起来了后，伊爱甲咱医治。所以呢，不管咱的心心灵。伊不时拢伫遐来看顾，伊用安慰的手来医治咱。第6节，伫即个所在上重要就是讲，咱已经受拍碎、受扶持、受医治了后，伊要财政即个自由，因为咱已经安怎出死入生，咱的罪也已经得赦免了后，所以伫个所在，咱就伫伊的国内底有自由。有盼望，有仁爱，所以伫即个所在，咱就会伫上帝的正手内底，会当成做一体。咱来唱第2节，对第2节来唱。用咱的热情，用咱的一切，来学路上。
到这。今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奉献地仔伫座位头前，请准备奉献。请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地方感谢入伊的门，用呵咾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呵咾伊的名，因为上主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诗，呵咾上帝，圣诗18首，圣诗18首，请起立。这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独生子，天主，对圣神同行，自玛利亚出世，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一个死埋葬落阴府，在山中复活上天。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伊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信圣神，共同教法，圣徒相通，罪赦。请坐。大家用课文50篇来应答上帝话。课文是圣诗后面1091页。课文50篇。至愿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下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是释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
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上帝，我们要同声感谢俄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感谢你的保守，伫这疫情还未完全退去前，你予阮阁平安度过了一个礼拜，阁一遍引带阮聚集伫你的圣殿内，阮要同声敬拜俄罗你。主啊，阮知，若无你的赐下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阮无法度成做一个忠心的人。若无时时跟对你的脚步，阮无法度坚固阮的信仰。阮需要靠你过得胜的生活。求你施恩赦免阮的软弱，帮助阮重新立志学习主的款式，赐阮智慧甲信心，赢过各种的试炼。让阮伫你的旨意中间会当行，因为人的罪性有顺服、骄傲、贪婪的心态。人类面对的世界，目前拄到就是战争的不断、区域的无稳定、独裁政权的兴起，危害世界的极端气候的变化。疫情搁来出现，受害者就是咱人类本身。求主怜悯，互阮会当搁一遍面对阮所犯的一切过错，搁一遍悔改认罪伫你面前，互阮谦卑面对，顺服伫主面前，求主赦免阮的罪，互主的公义会当行入地上，亲像行入天，互上帝国早日会临到这世上。今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有侪人因为一篇文章、一篇报道来接受了福音，认不到耶稣基督，成做伊的救主，成做主你的儿女。求主继续带领这阵文字传道工作团队头前的道路，毋望兄弟会当关心因的需要。也为今仔日主导牧师的讲道，求圣神临到阮这个所在，照着讲道的内容，讲出主你爱阮了解的旨意。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只是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10章13到15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80页，180页。新约罗马书10章13节，因为既然求救主的人要得到救，总是因所有未信的，海土会求救伊所未听去的，海土会信伊，若无人传，海土会听去；若毋是奉差，海土会传。照所记载，传这的好事的福音者，因的骹步水到怎样？再来新约哥罗西书1章24到29节，伫圣经229页。新约哥罗西书1章24节。但我为着恁受这的艰苦，是欢喜。我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伫我的肉体，补满伊所未有尽的患难。我设立做即个教会的采用，照上帝为了恁所交付我的职分，来圆满上帝的道理，就是万世万代以来所分捌的奥妙，但已经显明伫伊信徒。上帝爱因用，互因知即个奥妙的阳光，伫外邦中有那富有，就是基督点伫恁做阳光的光芒。愿传伊用逐项的智慧，苦劝这人，教示这人，要显这人点伫基督来完全。为了即个。我着活，照伊出力，行伫我内面的功用来征战。请苏道牧师讲道，题目是“坚持到底，宣扬福音”。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感谢上帝会当予我搁一摆来到咱的中间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嘛，透过今仔日，嘛爱甲大家说多谢。久长以来，咱总会最要紧的事工。文字事工，咱的教会有真好的参与，所以今仔日我嘛非常欢喜会当来到咱的中间，嘛爱透过今仔日会当来思考文字事工伊的重要性。咱大先来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予阮有这款的机会。会当对文字事工来思考，用什么款的智慧，有什么款的方法，佫会当互你的好消息，会当传互特种的人，无论是什么款的人，拢会当得到你的福音，因为你是无意爱一个人定论。你爱所有人，拢会当为着你的十字架，会当得救。只是我要用这款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思考文字事工的要紧的代志。安尼恳求，安尼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拢知影，福音是教会上主要的任务，嘛会当讲是咱诚侪一个基督徒上要紧的使命。咱拢知影，这是咱的生命中上要紧的工作。不过，
传福音，毋是足简单的代志。传福音爱吞论，传福音爱坚持，传福音咸菜会拄着性命的危险，甚至会失去咱宝贵的性命。因为现在，无论伫圣经内底，也是咱早前的宣教师，也是圣约的前辈，拢会当感受到传福音的确爱有智慧，爱有方法。所以今仔日为着安尼，咱做伙来思考看卖。咱伫现代疫情即款的环境，咱要用什么款的方法、什么款的心态来传福音，来完成咱真侪一个基督徒使命的使命，以及即款的热心、即款的干净。因为现在，咱拢知影，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拢是4冬举办一摆，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最爱参加的一个运动。真做一个选手，就是爱等这个运动，才会当出名。才会当有未来，才会当得到更较好的生活。所以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选手，拢会当真互奥林匹克，真做是伊人生中上重要的一个挑战。你们知无？有一项运动是，这是需要时间，需要足大的体力，会当完成的一个比赛。迄个比赛是啥物？迄个项目是啥物？马拉松啦，马拉松有偌远你敢知？奥林匹克马拉松爱走偌远你敢知？我有去问迄个谷歌，你敢知谷歌是啥人？拢知少年可能知啦可能就是谷歌，就是迄个 Google 就是电脑内底当去拍会当去了解。原来奥林匹克伊马拉松比赛爱走42点，42公里，195公尺，24.195公里，这是公里公里，不是英里公里，是要走遐尼远。若是对咱的教会来讲，要到倒位，安尼走去搁转来毋知是要走去倒位我爱直受可能到桃园搁转来啦我家己受的可能去要走到桃园，搁走转来安尼就是安尼久，安尼远。所以马拉松比赛的确需要体力，嘛爱需要路林中的众人的加油，搁爱对路林中，搁爱啉水。若无啉水可能无法度完成这项的比赛。所以你现在你敢知马拉松是啥物意思？其实马拉松是对倒位来，伊是古早希腊雅典东北方的一个
乡镇的名叫马拉松。为什么伊比作是比赛的项目？一个乡镇的名，比作是比赛的名。原来是安尼，是为着一个大战。迄时阵有一个足大的帝国，叫啥物？波斯。这是伫490年的时阵，主后490年的时，有一个足强的一个帝国叫波斯。这波斯帝国会当讲是统治西洲就是澳洲、亚洲甲非洲，拢是伫伊的统治内底。不过，有一个小小国家，还要完全结合，一个小小国家叫啥物？叫希腊。这希腊小国要甲这波斯帝国修正，都是伫马拉松迄个所在。伫马拉松迄个所在。到尾时阵，是希腊这小小的国家打赢波斯帝国。等伊打赢了后，有一个遐讲啦有一个人，这是阿兵哥毋是将军，嘛毋是啥物款有名的人，伊就对迄个东北方的所在，迄个马拉松的所在，伊用走的走来雅典来报扬伊即款的好消息，打赢波斯的好消息。伊一个人安尼走来雅典，外远你敢知？就是头拄仔所讲的72.195公里。所以，为什么爱纪念这款的代志？原来这去报扬好消息的人，伊走到雅典的时阵，伊就安尼大声喊：“咱胜利啦！”安尼伊就安尼喊了后，伊就安怎气绝身亡，就安尼过身。所以后来的人为着爱纪念伊的坚持，所以就举办这款长途的比赛，就是安尼来的。马拉松就是安尼来。所以马拉松即摆的意义是啥物？就是坚持到尾的意思。若是讲你爱马拉松就是意思就是你爱坚持到尾。你遐这。头拄仔保罗先生甲咱讲，要安怎样报扬福音？咱拢知影，保罗先生是咱的模样，伊是足够传福音的人。伊会当走来走去澳洲，走去澳洲，搁转来，伊就是即款。足意爱传福音的一个圣经的人物，伊传的福音是啥物？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为什么叫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内底，伊就会当拯救咱所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伊个福音本身就是得胜的意思。伫遮，咱会当安尼讲，保罗立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立耶稣基督是咱全人类拯救的一个器具。搁一个根据，所以
保罗先生就爱讲耶稣基督，伊袂讲家己安怎，伊拢是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拢是讲耶稣基督是上帝上帝的上意爱的后生，嘛讲耶稣基督国我的好消息。就是遐这福音就是好消息，咱的确爱诚侪保罗先生共款，咱嘛爱诚侪即个阿兵哥对马拉松走来雅典即款的坚持，为着什么？为着爱报扬好消息，咱诚侪基督徒人有影。做传福音即款的路程，亲像马拉松共款，是久长的，是一世人的即款的功课。因为遐这为什么爱安尼？用家己的性命爱传福音，用家己一生的时间来传福音，为什么安尼？亲像早期伫台湾的中部有一个足有名的宣教师共款，伊的名叫梅干武牧师，伊传福音足特别，伊拢是去一个所在，无论伊是街头，还是个菜市仔，还是啥物所在，还是庙口。伊拢伫遐，用一个路，安尼讲路，讲安尼吼。伊就吸引人来到伊遐的时，伊就开始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伊拢安尼讲，留下这啊，来哦来哦，上帝囝无去啦，伊拢是安尼。上帝囝无去啦，做伙来找上帝囝哦，安尼，这是伊个人报道即款的方法。所以中部台湾，咱台湾中部所有的乡镇，拢有伊的脚迹，去遐讲路，去遐讲上帝囝无去啊，咱来做伙。来找上帝囝，因为遐这无论用什么款的方法，无论用什么款的时间，咱的确爱来传福音。在今仔日的时代，无亲像较早，交通无方便，器具无啥完全。毋过嘛无啥物礼拜堂会当互咱就安心来遮聚集，来遮敬拜。较早毋是安尼的环境，毋过咱即马有缘有家己的困难。即马时代要超找人转来教会，嘛无简单的代志。所以爸爸妈妈拢知影，你要带你的囝儿来信主，也是诚侪囝儿咱要带家己的爸爸妈妈来信主，毋是一句话就会当，毋是亲像迄个梅牧师伫遐讲路去遐，上帝囝儿无去啦，安尼人就会当对你来。所以即摆的困难，嘛是爱咱家己想办法，要安怎克服，要安怎诚侪上帝圣工的内容。所以遐这文字事工是总会事工，嘛是上要紧的一个事工。总会发展到大，咱台湾基督教教会。对南北大会开始，诚侪一个总会到达，咱的宣教历史
超过150年，即马是差不多是157栋。咱有济宣教师真好卡业，咱有济先辈，互阮有真好的即款的鼓励。对讲即马时代足困难传福音，毋过咱有济时间，会当伫咱的手中会当把握即款的机会，嘛会当伫咱的生活中，伫聚会、伫斗阵的时阵，要安怎样互即款好的福音会当互所有的人？因为今仔日保罗先生就是安尼伫咱讲，要用各种的方法，要坚持来传福音，要将这福音传互所有的人，各种的人。伊面对什么款的人，伊就诚做什么款的人。伊为着法律外的人，伊就诚做一个法律外的人。伊若拄着台湾原住民的时阵，伊就诚做台湾的原住民。是即款的方法，咱今仔日要安怎样，亲像伊共款，用各种的方法，一定爱互这福音传互所有的人。所以或者，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心意，传福音是上帝伫咱的生命中的上基本的即款的心意，嘛是伊的旨意，所以咱爱遵趁伊的旨意来行，才会当诚做伫上帝面前无欠缺工人。这是互咱会当对今仔日经文中来得到即款的概念，即款的人物，嘛对遮会当感受到即款的任务是咱一定爱去做的。亲像保罗共款，伊讲：我若无传福音，我的性命就变作是有欠缺的。因为传福音是我一世人的一个责务。你或者，咱有即款的心无？念传福音是家己生命的一个责务。咱若无传，保罗讲，我着害啊，我着遭殃了。即款的感受，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任务，亲像迄个对马拉松遐所在走来雅典迄个阿兵哥共款，因为这是伊的任务，伊一定爱完成，坚持到尾，走到迄个雅典的所在，爱互这消息报互伊的同胞知影，即款的坚持到尾，宣扬福音，是咱这时代上要紧的工作。因为为什么？即摆的人开始有线顶礼拜了后，频大来到礼拜堂做礼拜，有即款的感受无？有无？伫线顶足侪即款现象。我常常去原住民的教会访问的时阵，伊拢讲：哎呀，师徒牧师啊，即马会友拢惯势线顶的礼拜，爱叫因来礼拜堂聚会，哇，足困难。较早本来有100几个人做礼拜，即马
50个拢无够，32个人拢伫外口，拢讲是伫线顶做礼拜，毋过足侪人是伫长园内底做礼拜。啥物叫长园内底做礼拜？伊伫长园内底做工啊，伊个手机啊放伫边遮吼，听讲道，听牧师讲道，伊伫遐工作安尼。吼，即摆做礼拜是即款的。你遐这，随便今仔日交通嘛好，迄个人甲人中间的距离，亲像足近安尼。国家的国家，吼，亲像是一个川共款。毋过传福音，无因为安尼，搁较利便，搁较好做，反倒愈来愈困难。所以，咱的确亲像今仔日经文共款，若无人去传，谁要信？若无人去信即款的福音，那这好消息，都安尼就坎无价值。所以，咱的确莫为着麻烦，莫为着困难，失去传福音这款的热情。咱拢知影，咱有一个南部的时阵吼，南部较早伫南部的时阵，有一个伊嘛是台南新学院的一个创校的一个宣教师，叫白克咧。伊就是无惊困难，伊爱传福音人。我伫伊的册内底有读到即款的事件。伊去一个礼拜堂的时阵，伫屏东的二轮的所在，就有人吼，迄个晒牛肥吼，知影咯吼，我安尼口口有标准无？晒牛肥吼，肥水啦吼，国语是肥水。被烫吼，伊就去拦迄个教堂，嘛拦伫伊的神州，伊安怎讲？你敢知？哇，可惜吼，这吼晒牛肥是参园足需要的，那拦伫参园内底。我相信鬼子也是啥物，拢会当得到真好成长。难伫我新州，难伫遮少无彩安尼。因为遐这，随便咱传福音有伊的困难，咱继续立保罗先生伊的精神。立咱的信仰的先辈即款的热心，坚持到尾，宣扬福音。咱下头来祈祷，感谢主，用短短时间来遮互相来勉励、鼓励，伫现代即款的时代，有战争。有疫情，有济人济方面的困难，求你来怜悯，求你来引带保守，互阮传福音这款的任务甲使命，
会当坚持到尾。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当我为着恁受这的艰苦是欢喜，我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伫我的肉体补完伊所未有尽的患难。哥罗西书1章24节。当我为着恁受这的艰苦是欢喜，我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伫我的肉体补完伊所未有尽的患难。哥罗西书1章24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22首，圣诗22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敏树执事、詹依仪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今日为文字传道奉献主日，特派司徒大达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六点，小月定8月初7，母亲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要认捌信仰者，请向陈美玲牧师报名，以便安排洗礼课程。有新来朋友无？哦。补充报告：三母里牧区定8月初7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半，要伫教会举办父亲节亲子活动。老爸是座山，欢迎三母里牧区幼儿、儿童、少年的学生甲家长报名参加。咱请4位长老补充报告。大家平安。拍摄我用华语来报告，就是我们主日学已经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其实疫情也慢慢下来，然后学校其实也都恢复实体上课了，所以我们其实主日学包含幼儿、儿童还有少年，我们计划在8月的时候就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想要请大家都回来，因为像现在小孩子其实都没有来教会，我们希望小孩子都可以回到教会。那刚好8月的第一个礼拜是8月7号，是联合礼拜，是为了庆祝父亲节的联合礼拜。那一向就是母亲节好像庆祝活动比较多，然后父亲节的庆祝比较少哦，所以我们想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就在8月7号这个联合礼拜这一天举办一个活动，那就是一个亲子的活动。那一天这个活动大概是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那活动的内容包含一开始我们会先用餐，那用餐就是大家不要太担心，我们用餐会1人1份。所以不是吃合菜啊，或是大家坐一起这种，不是，是1人1份，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会传染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会使用教会的1楼或和教会的2楼来做活动，所以不会在地下室，会在通风比较好的地方。那就是活动的内容包含就是先用餐，用完餐以后会有诗歌，然后会有一些亲子的活动，可能会让爸爸妈妈跟小孩子或者是儿童一起做一些游戏。然后会有一些亲子竞赛，然后最后会有一个颁奖，所以整个活动下来大概是2个小时到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间，大概会到1点半，最晚应该是2点就会结束。那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留下来，礼拜结束之后可以留下来。那因为我们要准备餐点，所以可能要请大家扫这个 QR code， 然后填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报名。那里面就会问说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啊，然后有几个大人啊，那这样方便我们安排场地，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可以安排餐点，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主日学复学实体复学的一个起手式啊，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带家里的小孩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再下一个礼拜8月14号就是正式主日学的实体复学。那所以就是欢迎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一起回到教会里面来参加礼拜还有主日学。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
过来公道时间，咱为了世界、台湾宣教师，遮个拄着的政治也是气候，也是各种的问题来祈祷，为建堂的事工来祈祷，为了暑假以庆隆福音名，咱遮个同工来祈祷，为怀孕的姊妹圣神以德国来祈祷，为确诊的兄弟，会当互因紧紧好起来来祈祷，为身体欠挽、配因手术了后的复健会恢复，民主制的心脏也是中风伊用装支架恢复的情形较这脊椎开刀的复原，中兄伊骹骹盘骨折好死的复原陈五兄身体无好来有这脊椎嘛是受伤慧玲姐忧伤的代志感谢主因听上帝听咱祈祷，伊主要担心的问题已经解决掉希望伊身体紧紧恢复健康顺生兄中风的复健邱菊姐邱玉姐应先姐庄贵兄的身体肖恩姐志金姐泽雄兄郭金姐米亚姐米兰姐卢玉姐江基姐陈基宏长老因的身躯阿淑姐伊丽姐杜梅姐黄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邓妈妈郭元兄东龙兄李仁姐邱真兄李克姐为因的身躯身体来祈祷咱会当出声为这代志来祈祷。感上帝，感谢你，这个代志气候、政治的问题、疫情的问题，你当平安度过，你会带领阮伫平安中过每一天。是，感谢你，教会确诊的兄弟，你保守带领，早就恢复健康。身体欠咱伫厝，这求你医治因，安慰因，甲因同在，体会因的心情，安慰因的心。全能爸上帝，阮感谢你的保守甲引带，由你的公义会当行入地上，互世界的征战会当纷争会当渐渐停止。宣教师无受这独裁政权的迫害，百姓会当过正常的生活。也为教会中建，求你会当互侪侪人关心这件事，望咧中建有好的进展。也为福音队的事工，虽然过程中有搁变化，但是望因所做的事工伫庆丰这个所在会当开花结果，引带搁较侪人来信主。为身躯有新的姊妹，甲伊未来的细囝，求赐因有健康的身躯；为确诊的兄弟，求主医治，互因早日恢复健康；为肢体欠挽的兄弟，有忧伤的，求你安慰因；有病痛的，求你医治因；无方便来教会，求你甲因同在；后因伫厝内会当照着网络视讯，甲咱做伙参与伫礼拜的敬拜。我用这的事交托伫主的面前，求主成全。我安尼祈祷，是用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391首。吟诗后，请司徒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谈信心的快乐，谈甲兄弟同在，对这时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